咱这位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40节。咱这位来读，兄弟啊，安尼是怎样？恁自己的事，逐人有诗歌的，有教诗的，有启示的，有英语的，有翻译的，各项事着行来致到建立。若有讲英语的，即项得2个，上济3个，也着照次序，搁着一人翻译。若无人通翻译，着伫教会中，伊着静静，独独对本身甲对上帝讲。做先知来传道的，也即项2个，也3个来讲，伊有的着分别伊。若边头坐的有人得到启示，迄个大声讲的着静静，因为恁一人拢会通做先知来传道，互众人通学习。互众人通所考看，各先知的神是顺服的先知，因为上帝毋是混乱的，是和平的，亲像伫圣徒拢总的教会一样。有灵人伫教会中着静静，因为毋准因讲，就是着顺服。亲像律法也是安尼讲，因若爱学是啥物，着伫家内问家己的丈夫，因为妇人人伫教会中来讲是见笑，上帝道理检视对恁出，也是简单传互恁啊。若有人家己掠做先知，也是做属地神的人，就着知我所写互恁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人毋知，就记伊毋知，所以我的兄弟啊，着切心无做先知来传道，也无得禁止讲英语。凡事着文雅，也照规矩来行。即摆要请曾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文序甲次序。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搁再一摆要用你的话三个伫遮学习。做看你的话，当伫阮的生命中诚侪最大的帮助。伫阮的生命中，因为你的话会搁较成长、成熟。伫所行踏世间的一切，无论苦难、无论恶的担当的事，拢因为你的话会当得到排比，会当得到真正上帝你伫阮生命中最美好的。伫遐来成长，伫遐来大长，伫遐更加认捌主。更加甲主伫遐来忠诚，主阮的上帝，阮将阮今仔日直接所要讲的，也完全摆咧伫你的面前，看你的神也充满伫阮，帮助伫阮，坚固伫阮。当然，即是我们对你的话三个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即礼拜新安讲的进度是哥林多前书。咱大家敢有详细读过？有啊，敢若真侪人无读啊，无拢无讲有。啊，我已经讲过迄个修美节哈，逐礼拜拢有，逐工拢有迄个哈，新安讲的迄个圣经节，哦，金句，无顺牛果即个啥物的，RPG 的迄个分享，我想这对咱来讲，你若逐工读，逐工读，一定对咱有帮助。敢若有毋捌的咧，袂晓、无了解的，互相请教，伫遐互相学习，我想这是真重要。咱伫遮会知影，《哥林多前书》是作者，《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什么人？
安尼袂歹吼。保罗吼，使徒保罗，伊大约是啥物？主后50年左右，吼，咱保罗伊伫第二摆传道旅行来到即个哥林多，伊伫遮停留大概有1年半久的时间，伊遮来建立即个哥林多的教会。那即间教会的会友咧，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啥物？搁较侪啥物？非犹太人，特别遮非犹太人的罗马帝国的公民，因原本呢各自拢有家己的宗教信仰，因为是了保罗所传即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伫遐吸引伊，所以因伫遐慢慢的进入到教会，伫即个基督教的信仰内面，伫遐三甲体认学习。所以咱知影旧的信仰，甲即个新的信仰，安那旧的价值观，甲即个新的价值观，旧的生活模式，甲即个新的生活模式。所以伫即个教会内面，就会产生侪啥物？冲突无共款的意念，无共款的生活，无共款的感受。所以保罗离开即个哥林多无偌久，便听到教会出问题的消息。当时伊住伫以弗所，就为了即件有侪温数，总是抑阁伫咧正年阶段的即个教会，即个算讲是真年轻、真少年的教会。伊写了即篇，要怎样伫遐来治理教会，来教导因，以及处理教会做一纷争的事情。咱知影当时的即个哥林多，伊是交通非常的便利，诚做罗马帝国上富有、新兴的即个城市之一，有侪梦想，有侪热情，有理想，一无所有去勇敢大胆的人。因拢来到即个所在咧找机会，有一寡人也成功的建立家己的企业，也因为安尼生，所以哥林多教会有来自上阶层的拍工啊，一般的劳工、中产阶级，也有企业家的头家。所以保罗称因啥物？凡事不足，口才财物拢交备，并且伫温数。无一项无够业，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50到70的记载。可见这间教会伊的人才有多无？算真多，非常的多。所以每一拢大家讲人对吧？人才多，就人吼。当教会内面拢是人才，咱知这人才伫人的中间拢感觉我的想法，我的观念较是对的，伊人讲伊的想法、伊的观念才是对的，所以就变成谁也不服谁所以因为即种观念甲观念、想法甲想法，拢是为着教会好，结果伫坚持的结咩？侪的冲突甲纷争，兄姊妹，咱要知影教会甲社会的价值观是完全无共的，社会争地位、名声。关系甲财富，人伫遐拼甲你死我活特别你若去选举我咧讲选举的时候，你过去人毋知的代志拢拢用出来，你也出来到底安怎拢毋知影所以咱每一个人伫遐咧想要争出即个出头天，但是咱知影教会确实将人的价值观对即个低贱的世俗。带到即个永远的国度，牧师常常亲爱鼓励，即个亚历山大大帝有无？伊是一位啥物？真出名的大帝，伊征服啥物？欧洲、非洲、亚洲三大洲，所以伊几岁来过身？亚历山大几岁过世？33岁，33岁就过身去。总伊要求人伊过身的时候，爱将伊的乌空对吧？双手双脚拢撑出来，要互人看去。为什么？伊讲我拼一世人，结果啥物人带袂走，拢空。耶稣基督几岁
过身，刚刚33岁，为了世间人的罪定时的价，伊是用什么听伫遐来征服全世界，用听来打败罪甲死亡，带出国外的新的画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甲咱今日拢共款，也是由耶稣基督是的价，即个听吸引，较无即个永远活的福分，才进入到教会。伊看见属灵会赢过属物质的永远活、永远的国度，比现今的追求更较有价值。所以伫遮因期待当甲上帝有较水、较好的关系。所以伫遮咱求上帝帮助咱。咱咪上帝听，人是虾米人，也袂服从虾米人，总是因为上帝听，将咱组织做一伙，帮助咱拍开即个心门，学习去听，也学习互人听。所以咱知影教会就是一个有上帝听的所在，互咱让彼此伫遐扶持，各自伫遐发挥伊的恩赐，发挥伊所领受的恩典，伫遐发光发热，伫遐来荣光上帝。所以咱知影一切所做所行所为，拢是为着什么？为着什么？荣光上帝，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安尼做啊？你有安尼做无？该拢做，煞毋敢讲啊。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是要荣光上帝，咱一定爱清楚一项，咱所发挥的恩赐，咱所行做，都是要来见证咱的上帝。因为哥林多教会伊的优秀人才真多，所以每一人各自有无同款的属灵恩赐。因为安尼先，保罗直接来提醒，因讲所有的恩赐拢是啥物？圣神所赏赐的，并且圣神所互人恩赐，毋是要互人用来啥物夸耀，也是比较的，乃是要用来啥物帮赞，要来造就人，要互人得到利益。现在只要知影恩赐是上帝所赏赐互伊的儿女的礼物，原本是极好的，总是即个恩赐的使用，也是伊的来源，还是使用办法，咱就会变做伫遐互相伫遐比较，什么人较有恩赐，什么人恩赐较强，互相怎么样出头，直到产生即个恩赐之乱。就像咱知影7月初，咱应该有看见即个媒体会报道讲北科大资管营，甲什么？一间什么热炒店，有无？为了什么？白饭的代志伫遐哦，为了白饭的代志伫遐差甲哇，差甲变做真大条。所以咱伫遮来看去讲，为了要平刷即个哥林多教会恩赐之乱，保罗伫哥林多前书已经整个用了差不多3章的篇幅。第12章、13章、14章来讨论这个什么恩赐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登记爱好好看12章、13章、14章。第12章，保罗伊提到恩赐的来源是什么？圣神所赏赐的，圣神所赏赐的。保罗用身躯甲肢体的关系做披露，圣神和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恩赐的用意。就像一个身躯有侪肢体，所有肢体拢伫遐爱互相伫遐帮赞，互相爱互助，身躯才会当运作。我手要去摕几项，结果头家讲袂使，你摕着无？摕袂着啊！你食饭，饭你爱放喺喙的，结果喙挖过，你敢食会着？食袂着吼。所以这爱彼此互助，互相帮赞，身躯会当正常的运作。咱特别，咱毋通看一气细细气的喙齿啊！你捌喙齿疼无？牧师甲你讲吼，我一摆去喙齿神经吼，毋知已经甲迄皱气皱甲神经去吼，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我注啥物？伊爱甲迄个喙齿扳掉，
我跟你讲，马虾甲我煮无着，我迄工险巧气，听甲袂死，我都毋敢讲。我想大概就是安尼吼，都毋敢讲，听甲我著经验着迄个神经无抽着满喙齿的迄种的经验。所以咱毋通想讲一支喙齿呢，喙齿若无爽快，你著头壳疼半工。所以教会需要每一个人拢运用家己的运数，甲人安那伫遐互相搭配，彼此伫遐服侍，教会才会当正常的运作，伫遐那勇壮起来。所以咱会知影，你拢真重要，大家都很重要，教会真正需要你。所以伫第13章，保罗提到上大的运数就是啥物？对听。伫运用一切的属灵的运数的时阵，必须要加上即个啥物？加上即个听要加上即个听，运数才有价值。听，互即个运数才有了啥物？才有了意义才有了意义。兄姊妹，伫教会生活中啊，咱有时会羡慕一寡有属灵运数特别突出的人。并且较无追求遐个运数，追求运数是无问题。但是伫遮保罗提醒咱，毋通袂记咧，所有的运数的目的，拢是为着啥物？为着要听人、造就人、帮助人，更较亲近上帝。试想看卖啊，你有特别渴望对种的运数嘛？你种运数。是毋是会当用你遐会当帮助人的所在咧？我想用一项上简单祈祷的运数，有人祈祷的运数真正强烈，真正伟大。伊会当替病人祈祷，病人会得到医治呢。有时人的运数啥会当安慰人的运数，当伊伫遐艰苦到要死，你替伊祈祷，伊既然会当得到啥物？心安慰。这种运数是有侪人想要爱，是为着要帮助人的。所以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保罗有几个提醒。伊伫遐甲咱讲，头一个聚会的内容会当是多元化，上调的原则是要互人得到啥物？得到帮助甲造就。所以圣经安尼讲，兄弟啊，安尼是怎样？恁组织的时，逐人有诗歌的，有教诗的，有启示的，有英语的，有翻译的，逐项事着行来致到建立。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这段圣经在互咱知影，当时哥林多教会聚会内容也是非常的多元，也是丰富。随上教会咱直接看圣经对教会这个聚会的仪式甲程序，并无啥物硬性的规定。所以上重要的重点是凡事拢就是要造就人。因此，伫礼拜中的次序也非常的重要。伫遮牧师要甲咱来分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主日礼拜的程序。伊是按照长老教会的新传统，一场完整的礼拜是用上帝为最中心，因此咧，比较强调讲坛对这圣经话语的分享。整个的程序通分做3部分，咱当看咱的周报，你敢有周报？伊头一个讲啥物？忠孝上帝话，有无？第二个咧？强守上帝话，第三个咧，上帝话。咱看，牧师伫遐简单甲咱说明这个程序的意义。头前讲尽好上帝话，尽好上帝的话。咱开始啥物？抒琴，咱的四爻甲咱奏乐伊只是用音乐来提醒咱信徒要安静，准备来迎接见上帝因这来见什么？见上帝
这是一个真重要。第二咧，书会者用宣调邀请人伫遮来敬拜、来礼拜，特别用圣经的经文伫遮激励咱信徒用虔诚的态度伫遮来敬拜上帝。过来咧，唱啥物？唱诗歌唱诗歌。第一首的诗歌是用感恩阿罗，伫遮来阿罗上帝的大权能，阿罗上帝美妙的诗歌。过来呢，信仰的告别。伫告别中，咱再一摆来思考咱的所信的是啥物，咱的信徒的角色甲责任是啥物。第五咧，启用上帝甲人的对话，彼此互相用唱用读，共同来回应上帝的声音。过来咧，祈祷，这个祈祷是忏悔、认罪、甲要求赦免的一个祈祷这是真重要。因咱人有时伫世间所行的安那，有够无够完全，一定有欠缺。所以咱伫这个礼拜开始的这个祈祷，就是爱忏悔认罪，甲要求赦免。过来咧，阿罗诗班献是阿罗上帝，献诗的目的是要带领会众对所献的诗歌，引导思想上帝的代志。所以咱伫这个诗歌的中间，咱当来思想上帝的代志。当然，诗歌的内容若配合着牧师的讲道主题，也搁较好。这是头一个敬孝上帝话，过来咧，恭守上帝话。恭守上帝话，咱伫遮就开始读圣经。读圣经是要对经文的中间，读出上帝话的啥物的启示。思想这段圣经节，今仔日所要对我、对咱讲的到底是啥物？这是圣经。过来就是讲道，按照教会甲会众的实际需要，顺着圣神的感动，照着对圣经的研究来传达上帝的旨意，而且来激励安慰，过来咧，喂养。造就信徒灵命的成长，这是这个讲道非常的重要。虽然有时咱若讲道无注意听咱就欠缺这物件。来个祈祷咧，祈祷是啥物？讲道者会回应的祈祷，伫这讲道的中间，咱所伫遮讲的，咱伫遮来回应，来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有啥物？接续第三是啥物？就是回应上帝话。回应上帝话，回应上帝话，伫遮咱所念的诗歌，是毋是诗歌？孙师有看无？这个诗歌是咧回应的诗歌，目的就是要互会众对咱信徒会当立志，对拄仔咱所教导的、咱所听到的，伫安来实践。来实行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实践上帝的话语，过来咧奉献，奉献伫咱的中间非常的重要。奉献的真意，就要教导咱信徒，怎样将咱家己奉献伫上帝面前，因为咱所拥有的，拢是对倒位来，是上帝所赏赐的无论咱的才能恩赐，伊是按。伫才能恩赐中间所得到的，拢是对上帝的赏赐所来。所以，借着奉献，无论金钱，也是咱所服侍一切，来表明咱献上咱家己，并且感谢上帝保守甲看顾。这一个非常重要，上帝保守甲看顾。过来咧，报告就是咱兄弟姊妹来说明教会所做无论咱的工作、咱的事工，咱伫遮有做过啥物？过来是有一个代祷，咱伫遮的代祷是为了别人来千愿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有人代祷是为了对伊，就是为了对伊的疼，因为咱疼伊，所以为了伊来祈祷。所以咱伫遮会当代祷，是因为家己已经领受上帝恩典，所以将这个恩典分享出去，咱领受这恩典分享出去，咱领受这恩典传出去，见证出去，这是非常的重要。
过来上迎。上迎是伫礼拜中间，之愿所有因光拢归入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对答到永远的意思。最后祝祷，祝祷是为着要受切恳，咱到伫社会去实践咱上帝话，因此咱需要领受这个祝福。这是长老教会礼拜的顺序，毋通照着礼拜，和个人真实的经验着上帝的同在。咱是要经验什么？上帝的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现在我转来到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文书的运用甲教导。第二，伊遮讲伫教会聚会时，无论是讲英语的这个方言的这英语啦也是讲做先知讲道，拢需要什么？节制，需要节制哦。若有讲英语的，只限定2个，上最3个，也照着次序，搁着一人翻译。若无人通翻译，就伫教会中，伊就静静都对本身甲对上帝讲。其实牧师上要讲这英语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伫遮领受到这英语，就是甲上帝咧沟通讲。所以你甲上帝讲话，别人听有无？听无啊？除非有啥物？有一个人会当甲你翻译，这非常重要。所以咱毋是讲像真耶稣教会，咱毋知捌去过无？大家拢圣神感动拢入叫迄种的经验所以咱知影当时哥林多教会也非常对重这个啥物？这个英语还是讲方言真对重。所以咱知影这个方言是讲英语，伫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啥物？对舌音字音对这个字音，对用这个字头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讲：我若用英语祈祷，我的神有得祈祷，那是我的心思无所利益。所以咱伫遮会知影，这个方言还是讲英语的祈祷，是种灵内面的祈祷，毋是出于理性、情感还是财物。所谓英语是是讲起哪像咧讲起别国的语言，即你圣神充满的下面，有时你也讲出来，你虽然袂晓讲，忽然间你讲这个英语出来，拄仔是当地的语言呢。你捌听到即种无？你捌感受到即种无？就是安尼生，即个英语就是要帮助，互伊所讲的互遮个人听有，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文书。所以伫遮讲有诶讲英语，是要进入甲上帝中间更较亲、更较亲密的关系内面。一般面对真激烈的即个属灵的竞争，属灵的竞争，还讲征战的时，咱拢真较会当伫亲近上帝，真迫切的需要即个属天的大权的困难来帮助咱，互咱伫即属天的即个战争的战场的这面会当打败这魔鬼，会讲打败更较大即个困着咱的即个什么？即个灵的势力，所以直接要帮助咱。所以上帝都互人讲出即个英语，就好像上帝咧甲人热线通话一样敢你伫遐咧讲话甲人咧讲电话迄种的迄个感受，互人充满了能力，充满着能力。咱来记咧，这种的能力是真大，是要互人得帮助的这个能力是要让人怎样得帮助的爱记咧。因此，保罗讲，是为了要造就家己，互家己甲上帝更亲密的沟通。总是讲英语的人其实唔知影家己咧讲什么伊家己有时也唔知咧讲啥，别人听唔捌因为安尼是就是要帮助别人。就必须爱有啥物翻译翻译这英语的人若无咧，对你家己家己祈祷，若无咧爱保罗讲爱静静，对吧？爱静静，
伊哥林多教会将即个讲英语的看做一种真重要的属灵元素。常常有人伫聚会中忽然受到即个圣神的感动，就开始讲起英语。因此遐讲，结果造成混乱教会整个就伫遐混乱。因为是保罗伫遮定了具体的限制，伊不但将这个聚会中讲英语的人限定做几个人，先讲几个人，2个人，上侪3个佫即个讲英语的人的次数规定，就轮流讲，毋通讲同时讲。你当时讲，你遐讲，敢听有？听无啊？拢去互相较了所以爱有次数，爱轮流讲，毋通同时讲，避免即种聚会引起混乱。而且即个讲英语的，爱有人就爱有人翻译。伊保罗认为，如果圣神真正感动人，伫即个聚会中间讲即个英语。也必定让感动完另外一个人有迄个什么？有迄个翻译的困难，而且伫这真有天书的这经的下面底来进展。所以伫遮关于这个先知的讲道，保罗认为也有什么有限制。咱做先知来传道的，也只看2个还是3个来讲，其余的就分别以。那边头坐下有人得到启示，迄个大声讲话就静静，因为恁一人拢是拢会做先知来传道，互众人通学习，互众人通考劝。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到31节记载，先知讲道就是用大家拢听会捌的什么语言，伫遐来传达什么？上帝的信息，同马上牧师伫遮咧讲道，恁听有无？听有无？我毋是用英语这个是先知的讲道。咱知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可能无像咱现在这种的聚会，咱现在教会，伫主日礼拜中间讲道是对牧师负责讲道，讲解圣经。因可能比较较亲，咱即摆有一个叫调会，恁知影无？这个调会就啥？伫聚会中，这个人感动伊伊就起来讲；迄人感动伊就起来讲。这种调会有感动的人，就会当起来讲，来分享伊所领受，就对这段经节的这了解甲明白。所以因此保罗伫遮讲，先知讲道的要甲讲英语的共款，只个会当2个人，爱什么？3个人，而且爱一个。照次数来讲，其实这个咱家庭礼拜有无？牧师讲道了，是咱请长老无？起来甲，起来讲有无？就是这种的方式，请咱的长老，咱兄弟姊妹伫遮一个来勉励这个家庭，来关心这个家庭工作。所以保罗讲，因为先知讲道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人通学习，互众人。通受考劝，也有样的是爱用大家拢听有的这个话语，将圣经简单清楚的讲解，通互大家会当理解，伫遮容易了解，来明白。咱伫遮个注意对29节最后边一句话讲，其余的就分别伊，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表示做先知讲道的人，我来讲，牧师讲道若无一定拢对呢。恁知影无？因为我是人，所以我伫所理解，我只讲的，我对这个网络对遮迄个资料提出来物件，有时来无真清楚，伫遐来运用，是讲了无拄好。我哪有这种的情景呢？所以伫遮慎思明辨，伊所讲的是合理真理。因此有时有一寡误解的时阵，所以咱只要讲圣经的讨论、圣经的研究、圣经的研讨，有重要无？有重要无？所以咱为啥有查经祈祷会？对伫遮咧互相讨论这圣经的重要性。
好，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有处事，教会才会兴旺。32节到33节，保罗搁再一摆提起，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上帝毋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叫人安静。先知的神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圣神只有一个。如果大家拢出于这个圣神的感动，有这种合一的灵伫咱的中间，无论是讲这个音乐的，还是做先知讲道，拢袂彼此伫都袂彼此伫相争。因为上帝毋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会当安静。伫迄个中间，白话你讲和平啦，爱伫和平。出于上帝神的引传。是袂引起聚会时伫混乱的情景，所以伫遮保罗在伫遮来提醒圣神的工作。圣神的工作毋是混乱，毋是无约束的。咱知影圣神所结的规矩是啥物？有一项非常重要是啥物？节制。所以咱知影上帝是有处事的上帝，伊照着圣神所创造的万物，也拢有一定的规律。组织甲定数所以咱受到圣神感动的时的表现咱这个表现是无应该是混乱、吵闹的，是是有彼此顺服、有处事、有规律，也是安静，也是和平的。所以最后保罗伫遮在这边提醒讲，所以所以我的兄弟就切切心无做先知来传道，也无得禁止讲英语，凡事着文要照规矩来行。所以这两段两节的圣经节，通讲是12章甲14章的总结论。保罗伫遮来讲起凡事拢爱规矩矩矩，按照什么？处事来行，可能当年是可能都教会并无按照这规矩甲处事来行，若无的是教会无法度兴旺，所以才会引起侪什么冲突。今日教会同款也需要规矩甲处事，凡事规矩规矩矩矩按照处事，教会才教会才会伫遐来兴旺起来。总是如果将人定的这个规矩代替上帝的权威，会当将人的规矩伫遐代替上帝的权威，会使无？咱遐定的到尾人拢爱照安尼行都什么？你著讲什么人？会记得无？圣经内底种人，什么人？法利赛人上帝话愈来愈多条地，愈来愈照安尼行，无照安尼行袂使，都变做法利赛人迄是毋对的伊法利赛人用这个律法伫来限制人，因安尼是欠缺听，欠缺这个听的规矩，会变做互人反感。所以求上帝让帮助咱所以伫你教会伫你教会要有啥物？要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互每一人各自伫遐发挥伊的啥物恩赐。咱来知影上大恩赐的啥物？听。今咱的教会讲起来是，牧师这23年来上大的感受的，咱教会真正有听，也因为咱有上帝听，所以咱愿意用恩赐来服侍上帝、服侍人，也因为听，愿意放落家己。顺服伫上帝话语的权威下面，凡事规矩矩矩按照次序来行，拢是为了什么？延更上帝，为了要帮助人来亲近上帝，造就人灵命的成长。所以上帝听，就互咱互咱的恩赐都有什么？都有意义，也互咱的性命会当发光发热。和一切的眼光拢归伫上帝，这就是咱伫遮要怎样伫遮来明白，特别对上帝话的晓悟，对上帝话的明白。所以咱伫
听牧师讲道了，咱会转去安那实践，要安怎将这个见证，耶稣基督为着听咱安那牺牲伊家己，定死是决定这个大福分，临在伫咱的心上。后来因为伊甲这个大官的上帝伫遐来结连，当咱拄着什么款的恶敌担当的事，咱会当对安那对上帝来求讨，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得着安那，得着平安，得着安慰，得着帮助。伫遮愿上帝恩典赏赐互咱，甲咱三个弟弟，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对你的话三个是主，阮知，阮最会欠缺无够，甲软正。所以通过你的话，阮搁来一摆，因为你的话得着开力，以阮伫遮甲你同行同工，为着你的名伫遮来高举甲见证，为着你的名，互阮搁再一摆有教义的信，来领受你属灵的使命甲经验，伫遮来为着你的名来高举。来宣扬、引传、造就、激励、甲帮助，主可以搁再一摆坚固阮、建立阮，阮让诚做活活的见证，生活伫即世间的中间。但至于阮将阮所领受到的，搁再一摆恭敬摆咧伫你面前，感谢你对阮的听。阮再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